哦呀，是下一个烂嘴去的杨帅。哎呦，哎呦，美女，这个哈粉豆腐来了！哎呦，领，杨帅哥赶紧吃哈粉！哎，小美女，这个你再帮我拿一碗这个白米饭啊！杨帅哥，赶紧吃这个哈粉豆腐！哎呦，黄叔特意给你点的，现在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啊！哎，这个哈粉豆腐配一碗白米饭是好吃的不得了的！哎，来，杨帅哥，黄叔帮你盛啊！哎，这个味道呱呱叫的，我跟你讲，鲜的不得了！杨帅哥，黄叔给你盛呀！杨帅哥，好了呀，吃饭了呀，在干什么啦？黄叔都看好你了，你这个，从刚刚进这个房间门就盯这个手机，干什么啦？啊，这个最大视频了，有是不是这么多话要讲啦？啊，杨帅哥，是他搞女朋友啦？啊，你这个小家伙啊，背着黄叔叔啊，背着你爸爸，悄咪咪女朋友都搞啦？啊，给黄叔看看的啊！哦，不是搞女朋友啊？那你是干什么了？一个人盯这个屏幕叽里呱啦讲这么久啊？直播！哎呦，哎来呀，你都只在那个到紧跟潮流参加了直播了啊？在播什么？哦，播美食啊！哎呀，转过去，你这个不要对着黄叔说，这个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难为情的啊！你播，先吃！怎么把手机还给我了？哎呦，香烟卡条不好吃了，这个直播怎么玩的啦？你们好，这个我是杨帅哥爸爸的好朋友，我叫黄叔叔。哎，你都喊啊，听懂说这不啦？啊，听懂苏州话？哦，听懂，哎，他们说听懂苏州话的都是苏州人是吧？哦，领着，那杨帅哥你看看，哎，他们说这个呢，哎，黄叔叔讲这个苏州话呢，很亲切的不得了，哎，哦呦，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你吓我一跳了，杨帅哥怎么了？哦，人气上去了，人气爆掉了，哪里看人气了？真的，哦呦，杨帅哥，你直播间这么多人了，18000个人了啊！哦，刚刚只有100人啊！黄叔叔用了18000，黄叔叔这么厉害的，呦，那黄叔叔这个墨迹要戴好了，哎，枪术越勇气了呀啊！这个友啊，叫什么友们啊？那个各位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这个黄叔叔还是蛮登样，蛮神气的，哈哈！哎呦，谢谢大家！哎呦，他们捧我场了，我一来直接帮你这个直播间人气拉到18000人了，马上冲2万人了！哎呦，杨帅哥不得了，真的马上要冲2万人了！黄叔叔这么受欢迎的呢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哎呦，这个谢谢黄帅哥送出的嘉年华。哎呦喂，这个礼物好看了，哎，会动了这个啊！很贵了这个嘉年华。哎呦，谢谢我这个本家的这个黄帅哥送出的嘉年华。那哎，杨帅哥，那人家送这么贵礼物吗？我们要干什么呢？表演才艺啊！哎呦，黄帅哥，这个你定性，黄叔叔这个才艺拉出来就是的。这样，黄叔叔给你唱首歌啊，唱首这个现在蛮红的这个陶吉吉的这个做自己啊，3、2、1，耶，端，来个蛋耶。